给你们准备嘛，就是那个上次那个吃的那个花猪那个，就那个。说点土话听听噻。说点土话听听噻。眼皮针在这里吗？对，在这儿。我去剪个头发嘛。你有一天剪啥子？不要过来了，剪完了回你家把东西先拿到那个保安室那边去。可以把东西拿过去。一起开店，对的，有面做的说。对。还早的嘛，才5点，5点半。6点7点8点，快得很些呢。我去了嘛。我录屏快点来搞笑的噻，不要，不好玩。搞笑的那个是，那个搞笑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你说让我们演的时候，那是刻意的，那个一点都不好玩。我想吃团结包子噻，可以团结包子，到时候我开业的时候做一个嘛啊。团结包子开业的时候我们拿来嘛。你们一起开店。